前总统马英九去访问中国，今下晡4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。两个人是让9年后再见面，引起国际关注。马英九致辞的时阵有讲到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的立场。不过，咱会着委会发出声明，强调这届马英九去见习近平，无公开传达台湾人民捍卫主权、加民主自由体制坚持，违反台湾社会期待，使人遗憾。马英九和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，两个人握手16秒，搁一摆变作历史画面。好啊，这个脸吧，是哪一年？会谈开始，习近平先讲话，搁一摆讲到两岸的同胞拢是中华民族，拢是中国人，嘛对马英九坚持九二共识，予以正悬的评价。这个心结不能化解，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。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，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，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。面对两岸局势愈紧张，马英九嘛向习近平表达讲，两岸应该理性用智慧来解决争端，维护两岸的和平。两岸的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，和平处理两岸争端，避免走向冲突。中华民国、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100年屈辱，最近30年，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，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。当面甲习近平讲出中华民国，马英九嘛讲到九二共识、一中国表，反对台独的立场。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，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求同存异，搁置争议，共好双赢，共同追求和平发展。这场会面是安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当代厅举行。开放消防致辞了后，随着关门会谈。在公开的谈话内面，习近平叫马英九先生，马英九叫习近平总书记。因为马英九是习近平开始国家主席第3任期以来第一个正式会见的台湾政坛的代表人物。因为前总统大清德都要在5月20日来就职，加上美日峰会是同一天来举行，台美日中的关系是真敏感。陆委会对第2摆的马习会，真正要表达希望马英九嘛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